台南有位5岁女童，因为行为改变变得易怒，有时甚至不说话，精神反应也异常，来到成大医院检查，经过医疗团队评估，怀疑可能是儿童自体免疫脑炎，随即抽取脑脊髓液检查，确认是抗 NMDA 受体脑炎，后续展开类固醇以及免疫球蛋白为女童治疗。这些疾病比较困难诊断，所以在我们成大医院，我们会透过脑脊髓液检查，透过一些特殊的检查来发现脑脊髓液里面的抗体。当我们诊断自体免疫脑炎之后，也会给予病人适当的免疫治疗。在免疫治疗之下，80%以上的病人可以恢复得不错。陈立文医师表示，儿童自体免疫脑炎某些症状与精神疾病难以区分，若没能及时诊断治疗，最严重时有1成的致死率。这样子的脑炎刚开始的症状与精神疾病非常难区分，病人可能会以视幻觉、听幻觉、情绪障碍，甚至以缄默症来表现。如果没有及时诊断治疗的话，这些孩子可能在3、4周之后就进入自律神经失调期，心跳停止、不呼吸，需要儿童重症加护病房照顾。陈立文医师说明，自体免疫脑炎是一种神经免疫疾病，体内抗体误认神经元为外来物，进而攻击中枢神经所导致的脑部发炎反应。儿童自体免疫脑炎症状特异且多样，若未能及时治疗，约1个月左右可能面临危及生命的严重症状。然而，只要在初期正确诊断并给予免疫疗法，可大幅降低进展为重症的风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